睡觉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敬拜我们的耶和华，敬拜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在我们任何事情上，他帮助了我们很多很多。不管是任何的事情，他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求圣灵降下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安息。神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我们必要全心的来交给他。我们要爱他，活在神的爱里。这就是我们的爱，我们对上帝的爱，上帝也必这样爱我们。我们再唱一次，藏我在。知你是神。
使我安然心靠。耶和华，他听了我们的恳求，耶和华他必收纳我们的祷告。你们相信吗？我们在神的眼里，我们都要相信神的一切，神的一切的作为，他的荣耀都是为着我们，为着我们的城市，为着我们的教会，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：加油！我们要撑住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。好，相信大家从早上10点到现在，大概已经有4个小时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累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因为神他必在我们任何地方来动工，不管是在生活的事情上，不管是在任何一切的困苦上，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走。耶稣的基督是非常的有能力，他可以打破我们一切的枷锁，一切的枷锁。在我们任何有困苦的时候，耶稣他必与我们同在，他要打破我们一切的枷锁，打破我们一切的锁链，打破我们一切的一切。有人有听说今天是个破碎的日子吗？我们要破碎一切的枷锁，一切的捆绑，一切罪恶的捆绑，一切罪恶的枷锁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，能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，能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，能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，能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。主耶稣那完美无瑕的牺牲，那毫无保留的代价，他为了要赎回我们，天堂门，他要敞开，他要敞开。完美无瑕的牺牲，那毫无保留的代价，为赎回我们，天堂门敞开，敞开。完美无瑕的牺牲，完美无瑕的牺牲，那毫无保留的代价，为赎回我们，天堂门敞开，敞开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，能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，能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。耶稣基督，生命大有能力。
军队要兴起，神的军队要兴起，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，神的军队，神的军队要兴起。神的军队要兴起，神的军队要兴起，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打破枷锁，所有神的军队，神的军队，神的军队，我们在这些。